是李姑娘嘛，没人啊，一本正经为了听了呀，要听你讲下去，不晓得方清闲话当中谁是那马三门。哎呀，说到有之人啊，只要想家在祖国配个忠亲，叫夫子夫婿，嘛没人做你对蛮好，才是我这当分听见。是啊，公某，这位老太太的单亲心上是时候的呢。像这位老太太对亲，哎，一不拘家财，二不拘势力，三不拘功名。哦，他先要看，这个之地口语品满，口语约实，只要谁冒失忘记，他就肯对亲的了。哎呀呀，是啊，这位老太太的单亲心上与姑娘倒是差不多的呀。哎呀，你未必得来了给我，是有了我那样，我也错不多了，是啊。他的实习欣然非比比，这样雨雷雨马哈浪听，女儿是我许终身。这样平庸好谁不生？大将来启蒙不敢送归门。我中不宜终于死，虽是家道别离不会心。一了解终生死，不必那非富不让的来小人，结了婚姻要来婚。一让说郎就说过来着，反复无常来些人，太子亲要老婚该，一让说我这当分听见。是啊，这位老太太到底看中哪一个啊？公某大人，哎你口君晓，他看中了哪一个？龙福清爽，你让西哥哥听听看，都不晓得。笨得嘞！谁刚讲的清爽还不晓得啦？公某大人，他是妻不随，非不生，手中两公口伶仃的方子分。哦，看中了神啊！是。哎呀呀，恭喜神儿，好喜神儿啊！啊！而且这一想我有喜快个嘞，前3年我能判不知理的，哪再去判亲呀？哎呀呀，怕这个毛皮怕昏脱来着！哎呀呀，神儿啊，我们前3年举送的上钟表礼过银两，你怎能再到金钟礼银啊？我要没有你定期再去之赛。却不是这送婚来着啊！哼，我别叫你马上老婚，听见我总部马上要抢亲在，那么实啊，我预先的地利利益。公某大人，想预备哪预不为谁知？哎，这是对了，你怎样完成？我是的。生母不弃离人歌，十二娘配不让归妻真。恩爱好比水
围队亲自不是小高毛去，我不要，不是啊，用谷地来围队，啥个谷地啊？后长，朱文君亚本相日过，朱文君房门新过外分出高手这个鼓上，大师莫这样子的起，压力下亚本相日过，八队人为压，当荣光。四目相这个老丈人不大在中啊，也比你穷。后来李张起走到后来个中郎将改变老丈人的看法。你现在用改装过的围队，个意思呢？哈呢，就是你举送的已经配置清在。嚯，是，你这样为谁？这位老太太一定把领爱千金领得高清。那就像这位老太太，她不信，不信什么？不信我们钟表里人。哎，钟表里人襄阳人大家都晓得，他怎能不信啊？唐大姐，你家姑娘十分势利，狗让怎样为这道居松定让当面钟表里人？没，真是做姑娘的势利，连得京都人都晓得的呀。那是预备讲的。哦，都要人一心细入啊，当我细入到不尽得了。个舆论导向倒是有点道理的，我不是怕你失礼，把你真正接礼。是啊，我说的狗语吉日。陶大姐，狗语吉日亦要应允。讲硬上个呢，怎样？那。西进三门外斗，可是我能比之老你来着。妈妈，你有个老实人，前周子的派亲辰光来发当我商量，晓得你将来会得做官，所以事实是我居松亭派亲。那么你既然晓得你将来会得做官嘛，少妇努力拉住嘞。但我能么帮一帮大，动一动房，挪一挪上。实讲外事派出张亲，我能阿斗。现在阿斗位置拍他气呀！是啊，真来的你再想往生，就这样当犯神亲不仁啊！不，我道歉，让我应允这桩亲事嘛，系于要发谁状？你按弄错啊！别人能配不来，上来提出3张条件啊！配亲不只听见女高的条件，从来分听见些男高的条件吧。听看，怎样3桩？第一桩，让我公人明日之语，方能与此际小姐成亲。要做主官再报当第二桩，要接近娘亲之语，方能与此际小姐成亲。第3桩，这第3桩嘛，我要与襄阳表姐无了花烛之语，方能与此际小姐成亲。不爱能成就阿斗，来听呀！李四爷的襄阳表姐报当，再这个位小姐成亲没清爽。小奴良心好哦，想想自家太坏哦。我无知理了，到该个辰光，那姑娘势利啊，老婚养来气息，我先报答。从小奴有良心，有志气，关心你。想想自家凭良心说，我分周两个长辈。那么哪年，趁现在辰光，讲2句长辈的金玉良言吧，来布局。是啊。干嘛？你这第3桩说的，先要与襄阳表姐都有属，再与这位小姐成婚，足见你是喜气，十分可见。哪里话来？
你这第二桩，写这件娘亲之语，再与作为写记都有，乃是一片孝心，十分可敬。当得如此。不过你的第一桩嘛，好像不大妥当呀。第一桩定眼睛完，做官呀，哪不妥当？你们定我喜欢，真记得。第一桩，你说的公正民主之余，再与是为小姐神婚。我是晓得你的志气，说得到一定做得到，所以别人家不晓得的。这当你在说大话，再说公明两字，哪能拿得如此之文法？好比恶中莫说，凡有公不仁，民不罪，岂非对我人家小姐终身？小为这种大话了，在别人跟前说几句啊？哎。俺听讲，才是长辈的金玉良言呀！高某大人，你此意差了。哪一来个这呢？跟俺李东兵啊，不说好人心啊，差在哪里？口之笑，个人与个人的夫妻呀。我都讲这个离夫妻了还哦。们，利用你个副乞丐，各种黑眼睛啊，就是让说我。这当分听见，你怎样说上可是的呢？太里妈妈，我遇得呀讲句子来，趁做官的辰光嘛，还摸摸三门出气呀。当时我大概得来，身上骆驼子弟呀，别家子弟呢看不起我，拿我鸡血，拿我母，弄得我无地自容。现在么也为两句不理睬。高某大人，想当初与人骂我，哦，骂你呀，那是我是公民普及当中给，是我是一日背地无离分，是我是女一将啊不离称，是我是温州深须大将人。其实才是我母个。我说你们将来做深须大将军，这位讨饭，你要依什么的背地有力气？啥叫背地有啊？大家当中背地有就是搞好这个虚用手，才是我讲口不起的呀。现在让回拨我，那么那呢？谁就是当我母奶奶难过，现在呢回拨我弄过大家塌皮。高某大人，对你妈妈啊噻。今朝么与我讲，你唔少回答，至少么因为我做官呀，只有趁做官辰光嘛，我还发讲。我方前10年长夏不是8多个，但今朝么总算失败飞升，高某大人来。我创下10年真功。马门人听出流动来着，你来讲，长夏10年进入了上中一代西财人。哎呀，哪倒想到这，你不认真考上过，那个虽然割脱这样，谁就知道了上午只有还来讲2000两银子分量，你搞不出，等我得来讲，我市里呢分交不来。来到经理下去，我分听见你讲过有2000两银子寄到湖南太平庄去搞赛，那个虽然割脱。哪可以真考上？白白错对口。是啊，你分2口人去讲，并未交割，虽是口人吃个，早已吃。哎呀呀，做姑娘的弄不懂了，吃个了，虽是怎能说上口试啊？哦哟，别口口骂门人，还懂个？不过方清想法眼，还到官场里向事体，花团买头，我们来当一个公门。当他哩，哎呀，高某大人，向后今预备，预料大贵人的提拔，为怕各取各把，
小小虽是不仁，光是光得不得了了还呀！虽然要读10年、40年唱下，现在就小虽然听你讲着啊，怎样啊？那我身给京都一勇谋。听了你兜里刚刚讲，我非常感激感谢经理乡的丈母娘。我前3年就是那个丈母娘，那一3分结果，现在到对北京的老套丈母娘上，丈母娘都真正出气呀！我说调定推月身，不让相思给功名。我说调停就该说上，希望你听比较陈语是老大人听得清清爽爽。老大人做过2人之下大人，少叫你说调停，用他的同地去9个改上，打个不出这个比方，等于那年高中考下来，大学读至2年分毕业，正式文凭分拿上，出地同地拿张2年文凭，去考研究生，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姥姥晓得。就该不滴牛，有个牛这个学问再难好，和天下读书人当中第一，乃不能中上牛，因为乃不是正规上来的。姥姥这你对唐氏女婿不中上牛，这个闲话倒是真的。唐氏一中上牛吧，老太婆啊，女婿也比老头牛的，来今朝吃苦头的。姥姥懂个呀，妈妈你也不懂。叫得你能够进考场，哦，就该说上。到了考场之中，必怎样啊？高某大人，哎，相预备到了考场之中，真是机会来了。那是五举北门开，待口吃一番仗，是吗？那切皮分章虽然美，却当高标第一名。不过你想这篇文章虽然考比第一名，乡试第一名，谁是高牛呀？哎呀呀，恭喜婶儿，金牛了一道水呀！小小体育好作戏，呀，我怕毛皮。别人呼吸我心惊，空为我非别中方情。礼部称为2月里。马的大批樱花人，为师中在王大人兵功越久人谁心？吉梦龙后遇金榜，却当高标第一名。到开州年来，2个里向龙红十几，砰！为师考出来第一名，为牛呀，不得了啊！哎呀呀，恭喜儿为牛来一朵大水了！哎，小小为牛好做鬼，马脚浪向踢出来，别人呼吸我心惊，空双牛飞必给军人。十句惊人如雷吼，今的是老长心人命，帮一推花满心思。方清讲得蛮清爽讲，帮爱姓沈上述人是我18代老祖宗，所以我还是国家子弟嘞。偷花姓王，苏州有名气的，非常简良，讲清爽。马门人帮爱偷花，发了新郎，顶顶要紧上牛。是啊，上牛呢是哪一个啊？高某大人，哎，
相知双月决定地方恭喜是双牛来的大喜真的是双牛跑的啊，起跑两样个，真的是，哎呀呀，婶儿啊，中了双牛子，下来说那得很啊，也穷灵富裕了啊。是啊，哎，怎样风光？那心经是谁不明，纷纷喜出偶然问，那李某衙门对于意，我这非你中一曲风中铃。公大人，你可晓得？怎样？当今天子道不起，一老说浪就过来着。哎呀，姑娘，我中国的大气抽高盖，皇帝等不送夫起兵啊！一老说我起兵送夫，这当分听见。是啊，穷灵富裕怎样的打扮着？像穷灵富裕们，两旁收的是榜一开花。榜一台花收在两边，下面乃是三不明今日，像今日之中与受为交代的，亦与受是为交代的，亦与受不为交代的，他们与交代之人都走在下边。没，与交代的人守在下边。是啊，我我方只问一问你媳妇，到守在这中。公大人，你看我好看不好看？好看，风光不风光？风光。上牛了要骨头轻的啦。来妹子呀，是为之双有功过。什么呢？房子公过才有来的，啥讲一可要做过啊？一做过房子才有个子。赢过了生态。那是队伍这样发出几只吃生汤子。在希望中深入的事情，搿搭的确不要深入个，吃子生汤新娘一些。为啥呢？新娘子嘛，让你身洗身运道补身体，没有道理讲。我倒没相信个，像我这样是身吃不起，每一天5分样的队伍这样摆这个，吃子么上浪黄脱一刻钟服酱，有辰光这样的棒棒啊呀，所以倒没有道理。原来这样。与门公进来7日啊，用人才用好的。知道兵双如意，女大人卑微，女都来于卑微，女忠心卑微。哎呀，都来卑微，你风光。我把天儿拿到水中一看嘛，这上面的称号，与东夷的，与彭于与亲戚的。哎呀，都是司机人啊。是啊，我把下面的名字一看嘛，一个都不认得。哎呀，这就奇怪了啊！天儿上的称号都是司机人，真是名字一个都不认识。是啊，我也这样想。我不认识他们，为什么他们都要拜为于我？什么意思啊？是被我想说了。一种上牛人啊，聪明才想出来的，怎样？而且我方子文做了姑娘，这辈市里的雷小人都要来拍我的马屁了。结婚哦，来听听看，1块1不对，每句夯棒当了弄过来。结婚讲，不你莫说话，市里小人。原来这样你。某大顺。为谁当你真公公？狗儿寡妇太平村，不知门西去马林。我一朝这地登口角，许多亏
为出息分，我被招上失去身，只为了送风驰名来向人招公谋为亲爱人，都要无一无称后来生一人亲。哎，你道谁家的人失礼不失礼？失礼，可恶不可恶？可恶！嗨，我用不着晓得哇！哎呀，没办法，只好糊掉呀。妈妈人做你对你叫哪个个？棒当那毛三们，势力三人送夫妻病。妈妈人在两旁边头面屋头口头面屋头啊，谁三年势力你都一道了海个。今朝家居是毛三们，我一个子浪行啊，毛皮大高啪啪送上安于什么？第三班座擦成两样子，双牛来呀，请用茶。我们有的去得来就是礼呀。第一声叫我杀，第二声叫我毒山药，现在叫我来呀，口也别口了，滚下去！到底来呀，气泡两样，我觉着骨头里面松爽，有里说蛮松爽的。有个路上是娘里抬下去，妈妈人做年头，日脚蛮难过，来听听看。现在刚刚做过啊，送夫妻病，势力小人，每人体谅，防卫根本邦当说浪就说过来，这个日脚不好过啊。那么妈妈人到底好怎样？好点上么？我通过一个人，现在里得法做过，我谁对付为老婚，能得里八堂申请，八堂申请下来，回到湖头太平庄，你老夫妻两家头谁小空虚，不晓得，哎呀义气了，那么总想到湖头太平庄去忙忙人，非要一到湖头太平庄到李府廊下，那么你来着？吃点心辰光送夫妻病，吃中饭辰光每人体谅。吃夜饭势力小人，我跟你讲好过噶，狼做狼饭好吃，狼言狼语难受呀。挂嘛难挂，那里脑子里想姑娘势力派去后，辜负楼上人好人，居送定派亲，我要老婚你还要帮你忙，脑子里想我人不离个印象画不够，画得一塌糊涂。我各位比仗个例子，苏人阿嫂大家才晓得势力小人。慢慢人做你的还有办法，让你脑子里想得出来。我比好人，老西人比屈后。办法有一个，老西人带来的好处我才晓得。往事现在老西人发了边浪，倒不是让我出回去，出到你身上。拿老头子带来的好处抢到自家身上来。实讲一来嘛，娘里晓得我姑娘好人，老西人去后，娘里家居子毛三们，两个老西人也去行，对个，否则那不里想出来要抢功劳的。但是抢功劳蛮有时间，要上牛了，要相信不是啥简单事体啊。妈妈人到底再想个人有点花头，我到里比瓦庄地沟，苏人体阿嫂势力派，现在重新比庄地沟。是啊，够毛。恐怕你只晓得苏人与嫂子一番势利情形，而不晓得苏人与张仪一番义气激励的故事吧？哪不来说出来？上牛之谁啊？立国之可够的。不过我不晓得你是啥用意。好，只讲你听听看。葛末大人，想预备这句下苏人与苏人嫂嫂的故事。像苏人与张仪的故事，我倒反悔的了。正因为你反悔了，把周姑娘当作势利小人看待，而今周瑜无事，待我讲与你一听啊！希望你老一听嘛。哎呀，老太婆啊，刚过地上，上名堂讲，听听看。说在沈夫人刚改装过地3个时房子法门当个实脚隆了。苏人体张仪侪是归国先生学生子，下山辰光生病帮救苏人张仪一代一代下山。
那半路浪向苏人提张义讲，将来我你衣服弄向与内动荡，各奔西城。那么该个辰光，张义呢？哈哈，我觉得有点黑漆漆。自家后国人到外国去，想做点事体，不被人家有望做实，一顿生活当得称国称赏，回到国土里向志气怀戴。哎，苏人倒蛮好，少国登台褒奖，做着三营蛮好，做着像样子。哎，就说你看下来了，秦国兵强粮足，反一当的少过来，一把土地一唔汤他。里向联络其他五国们，其他五个小国家侪吓个秦国，你到力量头。哎呀，叫什么不来噻个？哎，苏人到底有本事想好。顶好呢，顶好现在有个人，各个人要有本事，到秦国去抓着兵权，外加当我关系密切，这样一来，秦朝立后，我可以稳日他山。说下来，还有啥一个人呢？有500人，只有自家师弟张仪有个点本事。到你志气怀戴了让屋里向，那么那哈呢？你想出了办法，关照水滴和家家，摆一个嘛林路水头靠上，推子小车子，嘎啷啷嘎啷啷嘎啷啷，推到张仪都门口。一方面了让马林路水头，一方面上讲，书记子那哈荣耀，苏人那哈得法。那么张仪出来，说到靠上。你讲个苏人不是别人，就是我老师兄。靠过来真心，我姓张，我叫张仪，你是师兄弟。哦，那么张相公啊，你读老师兄上个好，你何必困水交友？不瞒你说，因为我不不受动的。那么你放心，我是少国人，等我林路水头码头下来，大内一大到少国去见监督老师兄做点事体。哎呦，想想呢。林路水头毛光之后，大致张仪嘎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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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此地少国，安到那里柴房里向。大里讲，我回到屋里去打，你到油门上想去监督老师兄。那么该个辰光，张仪今朝断铁，苏人不见；明朝断铁，又不见。到第3天嘛，啪，接着领导大堂的书以前，只看见苏人啪，在那大堂上向一清风无故有。7个才是山中海飞，斗风涌涨。想说刚刚看见我张仪喊上去嘛，张仪看见老师兄，哎呦，老师兄长，老师兄都请来拉我一把，我想了该得做点事体。就说该个辰光，苏人呆子一旁，面孔一白，什么子？哪个点本事好到我少过来做事体？迷了海了，看上来师弟兄面上上啊，本来7抽8万，1两银子，脑子水水，汤师傅嘴2出斤。那么该个辰光，张仪过后把那吊起嘛，噔，拿饭拿银子撂到地上，不周身来水水。回到柴房里向，闷闷不乐的辰光，就说靠上到来着。张相公，旁头老师兄下来呢，非要去讲理，苏人来小人，势力派看不起我。哎呦，我得帮你保护兵，你准备了哈？假设你靠上，我就不动地。倘使我有志动地，我要到秦国去。凭我个点本事，说得秦王得宠我，抓着兵权，我要当个苏人。那么叫上来，张相公，我本来是要到秦国去做生意，我本来一道去，哈去。一到秦国，这个靠上哈讲，帮你东面送支礼，西面送支礼。有一天秦王召见，那么张仪拿自家吃哪大本事再拿出来，说得秦王大宠的登台褒奖。一方面练兵准备当苏人，另外一方面拿出金子之子，下个客上这样来，不来我不紧张。客上带你笑眯眯，说到张相公，你非要来想我，要想很多老师兄，说不是苏人个人势力派呀，反你也晓得我是啥人，我就是很多老师兄水滴我家长背了啷个。很多老师兄晓得来志气怀戴，所以喊我来。你现在对呢，不是势利呢啊，而是吉利呢。所以呢，一鼓作气能够到秦国来抓着兵权，所以呢，应该谢谢很多老师兄。哦，张仪是蒙错心。那么可以上讲，我在机智之中而不知，不是机智，两可太易。我为佛教老师兄，请寄于苏人，我在秦。绝不征兵御杀，以作神持之邦。所以后来苏人走到6国城乡，才有道理的。马没人
讲改装古典啊，哈哈，古典里向三个人对眼睛们是三个角色，李自家手大老倌自比苏秦，乃阿日有本事想好是张仪，老头子是我跑出去个靠山。李代那个的好吃才是我关照里这样做的，毛不你有道理啊？是啊，昔年我与你依在此当中一番争吵，那是假的呀。我不是帮你施礼啊，我是帮你真正吉利。你走了之后，我才叫你叫姑父进来。我说的老相公啊，我那时儿陪我吉利一番，他走了，我晓得他身旁分文无余，你再该出去，把女儿终身许配于他。哼，那就像你叫姑父说的，要资助他银两万口。要把女儿终身许配这个穷鬼，我是不由得。他骂你穷鬼啊？他骂我穷鬼啊？穷鬼是他骂的呀！你跟我比怎样？我听了之后，我与他不客气呀。我说你这个老道老女婿，你来了之后你都说的三门来摸一盘呢？啊！你骂我那时儿是穷鬼，你自己嘛是个穷鬼，没有手大病体出身啊！来了享福了，小我东厂部长，一定要再赶出去。倘若不出去，须来见我。他见我怕的呀，见你怕的呀，见我怕的。他虎口肉只得再赶出来。哎呀，后来我一想不妥当，非有这个老头到了中途，阳奉阴违，不听我的说话怎么办？所以我命王本进来。我说王本啊，你是放假义薄，你要再赶出去。该读这个老头，可是照我的说话行事。我来问你，可是他们两个人的居松顶上，居松顶上，钟表当面礼宴，当面礼宴，翁喜当然该看，当然该看。居松顶为媒，居松顶为媒，王本老人家做的见证，是让他做的见证。这都是我周姑娘的旨意呀！倒是方清听完了，一声狼语。哎呀，我错瓜子害人贼！我一直当那姑娘失礼我，所以做主顾，但是当被他给得来，虽然来戏弄姑娘，不晓得姑娘一番苦心，连自家做凶人头，怪在老家人做个汉人。那本来是我拉想呀，姑娘自家人，哪为啥样失礼我呢？功夫打的牙菜，哪对我啥样喊？现在不离啥样一讲嘛，我恍然大悟，原来姑娘你不是失礼我，叫吉利我。哎，那我搿点不懂的呢，我到冤枉之里做啊，啥个还想让我说错，我做主顾在。哎哟，但是我现在是穿着无辜嘛，姑娘要敏感。说起阿是啊，既然你做主顾嘛，哪个身当被大给得来呢？倘若我再讲来戏弄你，我自家想想说不出口。葛么再翻出来瞎讲两句，说到姑娘，除非我身上像大事当办，是出访民风脱俗。今朝路过该到后院门，看见到院门开了开，我心里想实在牵起那姑娘嘛。所以来不及换衣裳了，就到里向来得来亲亲安。对个，方清注定年头7点水，怎样向侬身边，侬放黄金方银挖出来？那么到底安挖出来呢？那辰光到这，只好无为继续。孤人四大虚惊，走起对你试试脸吧。我妻在谁中谁大，去岁后上行程，勾水路步寄夫君，一地芳心美景，风雨动追公斗，红绿大为神奇。
娘子。风啊，呀吹呀！走起对的，试试了吧。心想，啥体这地不讲？你这地讲子嘛，我还不为你问你去一经上门人家当了呀！哎呀，娘子！我还与你同心同意同楼长，你为什么不把真情实以待？为何不早讲？哪个讲我那些姑娘对些的呀？孤身娘子。为因相处是为德。怕你孤身带下去，女才狗儿满出真心不该带，怕你孤身带下。娘子，向我许仙，他下其中人有罪，我一决不为再与神道上往来，绝不为谋略期望上金水，也至于招来这让大祸灾。妻不归来，我反不归，只怪我的耳根儿心才轻心生意是后台，只落得家仆人防设备，都是背身不好。哎，孤身这个哪还光难呢？谁是不害不害？那些姑娘还良心，夫妻对浪向为害我们了呀！孤身。
吃开。立起来么哪来事？动都不能动。有个人，快将姑姑打来！是。晓得了呀，口口晓得。来不起拉海，根本拿我不来吧？许是个人住拉地浪向，谁人过来到处的上门里么打？我个小奴跑到水里，这个眼里哪流得了？刚刚满月个小狗呀，马上就要母子分开，这个心里说不出个味道。孔明的梦觉，重新再举过来么的高香门前，娘子，姑婶。姑姑来了。我儿子爬到水里，梦见，哎呀，小狗哭一个不停。娘娘觉得奇怪，比那儿子不大哭，就是哭么爬到水里谁不哭？今朝为啥要哭一个不停？那是哪里多？那是哪里刚刚满那个小狗？谁懂得母子马上谁也分开？娘娘的眼里真的像多些个珍珠那流下来。梦见，嘿。那大年
饭吃，你吃呀，你再不吃呀，不吃子呀，娘儿分离不为己。娘娘这里头，我先只至于三姑拿弄法，刚刚满我呀，血怕怕你敢不三姑人，再个我家哈头都拿来死。不过娘娘想来想去，想至半日么，这个三姑就该把家，让阿姐来里么个定心。不过周女对我对不起阿姐为的伤，三姑人从小就是阿姐领导，想不得我的三姑也要去拜托哩。姑人，娘子，老师只黑吗？家里对里不是，我是三哥个衣裳嘛，谁做下了箱子里？香炉内雨心雨，哈日不出大气水机，三哥个衣裳。我是看娘里早点七岁，哎，娘娘这里的在写的金山有个种事体，阿拉分得里都做好的。不过等待儿子肚子之后一桩事体，小姑娘啊，盯盯眼睛啊。金不拼命下来，吓得娘娘迷茫跟心嘛也好。有个人快将我吧！是，张铺不要拿三奴一道喝进去，快点爆开。许是拿三奴接到手里，不就是那神就举过来到上门前门，拿个三奴放一放哈。嘿，谁让那三奴放到上浪的辰光？只听见后头，砰！听见声音，不就吐气一口啊！搿只金不真的快啊！真正一个白身呀，差点塌下来。过去辰光，侬娘娘眼睛才黑没走呀。这可见个高山真的叫作孽，看么看不出，两只手拼命的往抓呀。搿许仙一人伤心，一人难过。妖精重新举过来，娘子，娘子，本人在这里，本人在这里呀！莫啥许仙，莫得三姑娘对老娘娘的想啥？我见三姑娘有个头痛毛病，特别带子冷天，我带里做好的麦子放了箱子里向，里分晓得。果然是。你大连冬季时也头痛，为基于你种两点香麦放在香笼之中，大连冬季待在头上，可发风搿些辰光个许仙，搿个心山姑娘高转来了搿个痛，但高山看看难随了。顷刻之间，为顾你当我个冷天，留下来你叫我哪办呢？眼里是越来
大，娘子啊，本这我弃居隐儿孟家沟。宋金氏，山峰可须也是家法。娘子啊，本这俩里家务，与你一怒而宋柔。金氏，背托姐姐也费心上。娘子啊，本这地府经营，与你一起宋金氏，也与既然来共商量。娘子啊，本是恩爱夫妻，好景不许。宋金氏，阴阳做个过一番。这一位深情心悲情。